國際脊柱側彎聯盟 back up 你健康。以下內容含有間接宣傳。原來生活好快樂，程海欣。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休息翻嚟咧，繼續星期二早上嘅原來生活好快樂，有程海欣，亦都有呢部分嘅嘉賓，連續咧好幾個星期二咧都上到嚟我哋嘅新城資訊台，我哋嘅節目時段入邊有Dr. Yan。Hello，Dr. Yan， 早晨。早晨，程主播，大家早晨。係啦，多謝 Dr. Yan 先。每一次咧 Dr. Yan 嚟到咧，特別因為 Dr. Yan 自己之前咧成立咗個脊柱側彎聯盟啊嘛，咁你係個創會嘅會長啦，咁所以咧都第一次就同我哋講咗好多脊柱側彎嘅問題啦。即係我哋希望啲聽眾朋友咧都有多一份嘅資料喺個手上面，就係可以認識得到咧。除咗我哋傳統認識嘅，我知道即係有啲傳統嘅醫學可能係大家會去睇物理治療啦，會去睇骨醫啦，或者會去睇脊醫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其實上次Dr. Yan 都有講啦，你係會做一個叫做骨骼嘅一個成個嘅重整嘅工程啊嘛，嚇，咁係一個非入侵性，唔係打針，唔係食藥嘅，但係呢一個嘅方法係屬於一個自然療法嘅一種啦，就係我覺得係啲手法嘅治療嚟嘅，咁俾大家個感覺就係由頭到尾幫大家執翻一次啊，好似擺積木咁擺翻一次。咁當然你要睇下自己個問題係嚴重定唔嚴重啦。即係好多朋友知道，哇！我做幾多次先唔痛啊，或者我隻先至擺翻好啊，咁啊因應個情況而定嘅，但係唔需要擔心有冇任何關於呢一方面嘅查詢，或者你唔係好明我哋講緊咩，究竟你話嗰個叫做骨骼嘅重整工程係咩嚟㗎？咁亦都可以咧打電話去問Dr. Yan 嘅同事，或者約見Dr. Yan，Dr. Yan 都好願意咧詳細解釋俾大家聽。又或者你做過好多療程，咁但係有時又得，久唔久又痛下。究竟今次Dr. Yan 呢一個叫做骨骼嘅重整嘅工程，同佢哋有咩分別咧？Dr. Yan 好好噶，咁大家咧打電話make個 appointment 啦，咁預約咗之後咧，慢慢可以請教Dr. Yan嚇，因為始終我哋每次嘅節目時間有限，同埋加上我咧又長又沉啦，係咪？係咁多嘢講，係咪先？咁首先咧就先講翻俾大家聽，個電話號碼就係25881388，呢個就係Dr. Yan 嘅診所嘅電話嚟嘅，25881388。上次我哋咧就問咗個題目嘅，咁好多朋友好多反應啦，咁Dr. Yan 都即係禮物就送晒啦，但係唔緊要，今日咧我哋繼續咧係會送禮物俾大家嘅，只要大家參與我哋嘅互動遊戲咧，就已經有一次嘅免費全身兼且係單對單嘅脊椎檢查。一次送俾啲聽眾朋友啦 ，WhatsApp 嘅電話號碼就係55415334，55415334。今次我哋講嘅咧就同瞓覺有關，我自己都係咁嘅，就中意打側瞓嘅，有時瞓下左，有時瞓下右啦。但係有啲人咧就話佢一定要瞓左邊先瞓得着嘅，我都聽過。有啲就話一定要令佢右手邊都瞓得着嘅，咁長期都咁側埋一邊瞓。對於有啲朋友有時話點解有時我哋做 facial 咧，成日都聽到嗰啲即係facial 嘅 consultant 啊，嗰啲美容顧問就程海欣你大細面嘅，或者高低面嘅咁樣，咁我喺度諗緊呢個會唔會同我哋側睡有關咧？今日嘅互動遊戲有問有答有獎品，就係問大家啦，打側瞓係咪會影響大細面嘅咧？答案一你覺得會，答案二不會。嗱，即刻 WhatsApp 55415334答問題，頭嗰10位可以得到多一份嘅禮物，除咗係免費嘅全身脊椎檢查單對單之外呢，仲有一次針對嘅療程免費嘅，同大家做嘅吓，55415334。好，先解答上個禮拜嘅問題先。富貴包係咪等於富貴嘅咧？Dr. Yan 你點睇咧？嗱，如果真係富貴嘅話，都真係險中求啊！點解咁講咧？我中意你咁講啊，富貴險中求。係啊，因為點解咧？富貴包係會為身體帶嚟一系列嘅健康嘅疾患。因為咧，始終人嘅頸椎啦係一個命脈嚟嘅，頸椎入邊有血管神經線係通往腦部、眼耳口鼻三叉神經。咁所以當有富貴包，即係其實表示緊個頸椎出現咗錯位，咁亦都係頸椎係通往腦部嘅唯一嘅管道。當中如果係壓到通往腦部嘅血管，就容易頭暈。壓到神經線就容易頭痛，再嚴重就有機會係會產生咗一個中風嘅情況嘅。係啊，咁或者係手臂啊，即係手臂麻木啊、耳鳴啊、
上背痛啊、肩頸痛嘅情況，或者令到係手臂或者頸椎以上係冇力啊、麻痹冇力呢啲情況。咁所以大家健康緊要。係啦，咁所以如果有咁多唔同類型有機會啊，我哋唔係話一定啦，即係有機會出現嘅健康狀況咧，可能多多少少都會影響你嘅工作嘅效率啦，或者你唔夠精神啊，或者你嘅判斷力差啲啊。咁究竟會唔會富貴就等於富貴包咧吓？咁你自己去諗啦吓。咁當然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就好有趣吓，講到瞓覺嘅姿勢，乜瞓覺嘅姿勢同塊面嘅歪斜啊、大細有關係嘅咩？Dr. Yan 係啦，此話何解咧？真唔真嘅咧吓？因為其實咧，我哋平時不論站姿、坐姿或者睡姿，個腰椎咧喺唔同嘅姿勢底下咧，都會有唔同嘅受力程度嘅。側睡嘅時候咧，其實腰椎嘅負荷咧會比你躺平咧係增加2倍嘅，咁所以咧個受力程度咧大概會係達到40公斤左右。哇，40公斤好犀利嘅喎！係啊，咁側睡亦都即係成100磅嘅咯喎，80幾90 2.2啊嘛。係啊，咁側睡亦都會衍生高低肩啦、骨盤高低啦、脊椎側彎等等問題。但係平躺咧個受力咧就大概10至20公斤就。即係如果瞓覺就應該平瞓啦，多啲平瞓，多啲平瞓。係咁我都明嘅，因為有啲患者佢本身有脊柱側彎，佢平瞓唔到，佢覺得好唔舒服。唔舒服啊，係。又或者有啲大駝背嘅患者，佢同我哋講，當做完我哋骨骼重建工程之後，終於可以平瞓到啦。又或者脊柱側彎患者，因為佢個背脊有一邊好似山丘咁樣突出嚟，另外一邊就係塌陷咗落去，咁變咗咧，佢哋平瞓又唔得，佢哋最明顯就同我講話，做完療程之後咧，最大嘅分別就係坐地鐵，終於感受到兩邊都挨到張凳，一棟棟地噶嘛，地鐵嗰啲凳。之前就可能淨係一邊咁樣，一邊感覺到棟棟地，另一邊就掂唔到，萎縮咗入去。咁所以其實咧，大家要有一張足夠承托力嘅床墊之外，亦都要配合翻自己嘅姿勢，個身體嘅重量個壓力，盡量減少個腰椎受力程度。用一個正確嘅睡眠姿勢啦，同埋合適嘅床墊先至係一個關鍵咯。係，反而咧頭先我聽阿 Dr. Yan 你咁講，我調翻轉諗咧就係、你點樣知道自己嘅脊咧而家係咪一個即係健康嘅狀態？其中一樣嘢咧就係、當你瞓喺床上面，即係躺平啊！我哋成日話啲人而家躺平啦，你真真正正躺平喺張床上嘅時候，你感唔感覺到舒服先？即係如果你躺平嘅時候，原來你覺得唔知點咁，好似唔係幾舒服咧，係要某一個扭歪咗個姿勢啊，或者係打側啊，無論側左側右，先至覺得瞓得舒服咧。其實已經講緊俾你聽，你個脊啊。基本上，如果係正常嘅弧度，係應該舒服嘅，係咪？係啊，冇錯。係啦，即係調翻轉，如果你係唔舒服咧，已經講緊你可能有啲可能有啲問題。咁當然我唔係專家啦，咁最好就係做一個全身嘅脊椎嘅檢查啦。亦都係今個早上，如果大家想得到一次免費嘅全身嘅脊椎檢查咧，可以 WhatsApp 嚟玩呢個互動遊戲，有問有答有獎品，55415334。55415334。嗱，我提下大家先，呢一個 WhatsApp 嘅電話號碼，今朝早咧玩嘅遊戲就係，你覺得側睡係咪會影響大細面嘅咧，或者歪嘅面嘅咧吓？咁如果大家係覺得會嘅，就揀1；唔會嘅咧就揀2。頭嗰10位答啱嘅朋友咧，就可以多得一次針對嘅療程添。咁脊同面嘅關係又喺邊度咧？我哋覺得好似脊係去到頸嘅啫，點解去到塊面呢？Dr. Yan，其實人嘅頭蓋骨咧就有33塊，即係連埋面部嘅骨33塊。咁直接咧會受我哋嘅頸椎影響嘅。咁好多脊椎側彎嘅患者都會有大細面嘅問題。點解咧？咁啊點知道自己有冇脊椎側彎咧？呢度都提一提，同大家溫故知新啦。第一樣嘢有冇高低肩？第二樣嘢，影相嘅時候留意下自己有冇頭中意偏側埋一邊嘅問題，好常見啊呢個情況。我哋覺得嗰啲 pose 好似靚啲有啲人唔覺㗎，唔覺自己側，可能影證件相都側咗個頭，自己唔覺㗎呢種情況。咁同埋係長短腳，有冇大細胸？腰部兩邊會唔會大小不一？肩胛骨啊，點解話躺平瞓唔到呢？脊柱側彎嚴重嘅患者，因為佢哋肩胛骨兩邊大小不一，亦都有唔一樣嘅高低。咁另外肋骨左右兩邊都係大小不一嘅。咁我講翻俾你聽啦。嗱，如果呢有啲人呢，發現自己有高低膊，即係有脊柱側彎啦。
連係落住條頸咧，都會側埋一邊嘅。你留意下，我哋平時睇嗰啲患者都係，譬如咧對腳係向住正面嘅，咁然後咧個上半身咧就向咗右嘅，然後條頸咧就向咗左嘅。你留意下，你影下自己正面就會見到噶啦。如果見唔到就話俾我哋聽，聯絡我哋幫你去檢查都得。係呢個都係最好嘅辦法。係啊，咁脊椎側彎除咗影響兒童嘅高度之外啦，其實都要注意翻咧，亦都好直接咧係會影響到面部歪斜，因為當你條頸係側咗嘅時候咧，咁直接就會令到塊面會出現大細面啦。咁點樣睇自己有冇大細面咧？咁當然可以兩隻手摸下自己塊面兩邊有冇大細，呢係最簡單啦。咁同埋大細面咧，會發現自己嘅下巴啦。會歪埋一邊嘅，呢個好容易睇到嘅。嘴巴下巴一定有，我覺得自己係歪面嘅。有一個嘴角咧係有高低嘅。我呢個可能慣性動作姿勢。係你唔係好覺 OK 係咪啊 OK 係。咁大細面咧都係會引致到嘴巴啦、下巴人中會係傾斜啦，個鼻會歪啦，眼睛會有高低啦。我見過比較嚴重嘅患者係兩隻眼係相差一個眼位嘅，即係左邊眼嘅下面個位置就係右邊眼嘅上面嘅位置。咁原來即係搞掂個脊咧，連個樣都試正，真係試正翻喎今次。有患者同我哋講做完第一次療程，覺得自己嘅大細面已經有所改善。咁當然如果我覺得個程度嘅改善程度都一定會有嘅，但係如果都覺得都好困擾嘅話咧，咁面部嘅療程我哋都有嘅。即係你哋做埋面嘅療程嘅。係啊，因為有啲好嚴重。係咪啊？有啲好嚴重，直情咧係咬嘢嘅時候會咯聲啦。兩邊牙骹咧上下咧係根本唔吻合啦。佢原本係要做嗰啲牙科手術啦。我知你講咩，即係夾落去嗰陣時唔係對住咁樣，歪咗前後嗰啲咁樣。係啦，冇錯啦。咁佢原本係要做牙科手術，叫做口腔頜面外科手術，即係叫做 maxillofacial surgery。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手術嚟㗎，因為佢係要開上顎、開下顎，甚至乎開埋頭皮嚟到去喐翻佢啲上下顎。咁聽佢講大概8-9個鐘啊，咁佢就好唔想承受個手術嘅風險同埋入侵性，咁於是就揾你啦，係啦，過嚟揾我哋啦，咁都最後得到一個好好嘅處理。咁佢做咗幾多次就搞掂，即係嗰個顎對翻正啊？3次 OK， 無痛無創傷嘅。係咁，當然每一次Dr. Yan 對住唔同嘅聽眾朋友或者佢哋嘅問題咧，都會好耐心啦，好細心咁樣檢查佢哋係咩事啦。咁同埋每一個個案都唔同㗎吓。咁但係最重要咧就係，如果有啲咩問題你想請教 Dr. Yan 嘅話咧，記得可以打佢診所嘅電話就係2588-1388，2588-1388。參加今個早上嘅互動遊戲咧，可以 WhatsApp 55415334，55415334。WhatsApp 呢個 number 嘅話咧，就可以得到一次免費全身單對單嘅脊椎檢查一次啦。頭嗰10位玩呢個互動遊戲嘅話咧，亦都可以優先得到咧，就係一次免費嘅針對療程嘅。記得啦 ，WhatsApp 係55415334。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 FM 99.7新城資訊台，原來生活好快樂。程海欣。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繼續今個早上嘅原來生活好快樂啦！直播室有程海欣，亦都有我嘅嘉賓 Dr. Yan 喺度嘅。早晨 Dr. Yan。早晨程主播，大家早晨。係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嘅問題想請教 Dr. Yan，Dr. Yan 係一種另類嘅療法去處理脊椎健康嘅問題吓，大家可以利用呢個電話號碼查詢2588-1388，2588-1388。咁同埋咧 Dr. Yan 比較專門咧就處理呢個脊柱側彎，呢個都係令到我對 Dr. Yan 印象最深刻，因為我都識得好多同事啦朋友，佢哋係受呢個脊柱側彎嘅影響好大，揾唔到方法，又唔想做手術。因為知道手術有風險，做咗亦都未必完全可以改善個問題，亦都驚自己身體嘅或者生活上面有啲嘢做唔到，因為可能冇咗啲彈性啊。咁佢哋會選擇咧，因為痛起上嚟都係好難頂，年紀越大個問題越係會惡化。咁我識得嘅朋友，佢哋就係長期係揾物理治療師嘅，即係可能2-3個禮拜一定要見一次，因為就痛到坐一陣又唔得，企得耐又唔得，坐得耐又唔得，真係好困擾。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有脊柱側彎嘅問題咧，不妨咧，我覺得
得有時我哋做人都係咁，呢個世界好大嚇，咁你可能成日接觸嘅一啲叫做傳統嘅醫療啦，咁但係唔等於其他嘅嘢係完全幫唔到手㗎。我覺得有時有啲嘢可以互相之間輔助又得，補足啊又得，係一個整全嚟嘅，唔好抗拒任何嘅可能性。呢個先係幫到自己嘅最好嘅一個態度，我覺得了解下先。咁啊，如果大家有任何查詢想問啊 Dr. Yan 呢2588138825881388，玩一個互動遊戲呢，今個早上 WhatsApp 去5541533455415334呢，仲可以得到一次免費嘅全身呢個骨呢個脊椎嘅檢查吓，55415334。好啦，多睇嘢，歪面啊、大細面嗰啲對健康有咩影響咧？最多係影響個即係可能俾人睇上去冇咁好睇啦，冇咁靚咯。係啊，好多人都會覺得純粹影響外觀，其實唔係啊。有時候咧要留意下自己咬嘢嘅時候，有冇出現一啲角角聲，即係牙骹嗰啲聲響。因為如果出現角角聲嘅話，或者下顎嘅偏斜咧，都容易引致到甩骹嘅。係啊，咁同埋外觀一嚟會受影響啦。咁另外一方面咧，面部唔平衡啦，都會容易令到嘴部咬合有問題。大家唔好以為咧，我哋做面部療程嗰啲一定係靚女去貪靚，其實有啲咧叔叔咧都過嚟做，因為佢試過咧咬嘢嗰陣成日咬到入邊嘅口腔，同埋會成日咬到條脷，咁佢哋覺得好困擾，因為咧就係因為個下顎骨同上顎骨嗰方面唔對，咁亦都咧佢係有一個鼻敏感嘅問題，困擾咗好耐，因為個鼻息肉跌咗落嚟。咁我都係用面部嘅療程，我哋其實就自然醫學啦。自然醫學大家可能比較少聽，但其實咧人類咧5000幾年嘅文明咧，其實都係一開始其實自然醫學嘅歷史都係好悠久噶啦。係啊，咁另外一方面咧，除咗係會容易咬到嘴唇、容易咬到個脷之外啦，咁亦都佢發現咧，由於個嘴部咬合有問題啦，會影響佢嘅發音同埋口齒不清。咁對於學業啊或者工作咧，都係百害而無一利嘅。係咁，所以點解會要想處理面部嘅問題咧？咁因為都覺得對日常生活都會有所影響。咁同埋亦都我接觸到嘅個案，有啲係因為個下巴向後縮啊，令到咧個嘴巴咧經常要張口呼吸。咁越張口呼吸咧，就顯得咧個嘴嘅位置越嚟越突。下巴越嚟越向後縮，即係成個人嘅面部輪廓都會改變咗，同時亦都令到咧唔能夠正常咁用鼻哥呼吸，要用口呼吸。係咁呢啲都係佢哋覺得受困擾嘅地方。係啊，與其咧即係長期咧喺度受住咁多嘅困擾，令自己辛苦咧，不如嗱嗱聲做翻個檢查，睇下有啲乜嘢 Dr. Yan 可以幫到大家手下。記得啦，有任何嘅查詢咧，可以打呢個電話號碼2588138825881388。另外，今個早上咧，大家如果玩呢個互動遊戲有問有答有獎品，5541533455415334。問題咧就係側瞓啊，打側嚟瞓覺係咪會有大細面嘅咧？一就係會，二就係不會吓。參加呢個互動遊戲嘅所有聽眾朋友都可以得到一次免費全身嘅脊椎檢查。頭嗰10位答中嘅咧，仲可以得到免費嘅針對療程一次。5541533455415334。希望有機會再見到 Dr. Yan。 Thank you， 好多謝大家，多謝陳主播。原來生活好快樂，原來生活好快樂。 FM 99.7新城資訊台。Backup 你健康，由國際脊柱側彎聯盟喺背後默默支持。